由於屋主有幾隻貓貓，所以電視背板呢個位置我哋設計咗貓跳台，梳化旁邊亦都有貓爪架，連天花都做咗貓通道㗎。而家私嘅邊角位以弧形去修飾，減輕返貓貓走動同埋跳躍時候撞親嘅機會。客飯廳係屋主同貓貓互動嘅空間，所以書房除咗俾屋主2個人工作用，亦都係主要嘅收納空間。屋主重視睡眠質素，所以唔想喺床頭有插蘇嘅位置去做電話充電，反而床頭板做咗一個隨手可以攞到書嘅小書櫃，而充電嘅位置就放咗喺床尾。